8年前，将你们阻挡在琉璃谷外的人是陆氏。如今走出关外，虎豹营已有了千千万万个陆氏。失去的东西，我们会亲手夺回来。陆大将军已经开拔，陆长公已回老家南梦湖祭祖的名义随军。知道了。李丞相，赵某还有一事不明。陆将军于北烈是心腹大患，可于大圣却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。纵使他不听话，你就真的愿意这么杀了他？北烈与西戎交战，无暇南顾，只怕祸起萧墙，才是我眼前之大患。原来如此。陆丫头长大了，不听话了，只有折了她的羽翼，这只纸鸢才能永远地牵在本相手里，大圣才能永远在我掌握之中。驾！哎，这骑马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小姐，他也太慢了，我们都赶不上陆大哥的队伍了。哎，易华姑娘，莫要着急赶路啊！这人呐，有时候就得慢下来，看看路边的风景。不会骑就不会骑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易华，不要对御史大人无礼。下一站我们给他找辆马车。啊？哎，不用啊！谁有马车呀？我不需要。你们先走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过来就行。哎，这怎么还停下来了？他该不会是要用走了吧，小姐？我就不信了。沈公子不必逞强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载你也是可以的。不用，说谁不行呢？我沈不言就算是爬，也绝对不会劳烦陆姑娘的。行。驾！陆姑娘，陆姑娘，驾！这也太快了吧！这里依山绝谷，确实是个扎营的好地方。陆师果然名不虚传呐。马都不会骑，还评论起陆大哥了。小姐，喝点水吧。给他吧。我不去。小姐，沈公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你啊，一直没机会跟你道谢。我让沈公子以御史监军的身份随军出征，自然不会怠慢。沈公子不必多想。我说的是镜花楼那次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镜花楼那次也是为了救陛下，你只是顺便吧。陆姑娘，你明明人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么冷淡呢？沈公子，你还不了解我，不是吗？走吧。虎豹营已经抵达南梦湖驻扎，渔火风暴之间，只剩琉璃谷一道屏障了。丞相打算何时何地对陆氏下手呢？别急呀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。元启5年春日的某一天，大将军陆氏率虎豹营
进入通往火风堡的要道琉璃谷，却不料伏兵四起，漫天大雾中，杀神大将军陆石身中数十箭而亡。我们在这儿，这侧是北列军，所以敌人很有可能在琉璃谷设伏。我建议从东侧水道绕行。这个监军真是……沈御史，你懂兵法吗？兵贵神速，走南孟水道绕行，岂不是白白给北列回防时间？北列追风营以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为首，最善长途奔袭，出其不意。我原本以为大将军聪明睿智，现在看来不过是鲁莽自大之辈啊！你，沈御史，你只是陛下派来的监军，无权干涉我的决策，请你恪守本分，否则。报！禀大将军，事后来报，琉璃谷没有发现伏兵踪迹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沈御史？以后别再不懂骤懂了。纸上谈兵谁不会？看来大将军早已派人探查，在下武断了。大将军智勇双全，杀神之名，名不虚传。好，既已查明，明日卯时，我们一鼓作气，穿过琉璃谷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末将领命。下去吧。是。演得不错呀。你那水喝的不也挺逼真的？哎呀，所以你是早就知道琉璃谷必有伏兵，将计就计，是因为军中有细作吧？很快，细作就会把我笃定琉璃谷没有伏兵的消息传给北列了。到时，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个立功心切的莽夫罢了。咱要不把这莽夫再坐实一下？陆大哥，明天就要进攻琉璃谷了，还有心情带我们来烤肉？报告大将军，糖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知道了，辛苦你了，小五。还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做的吗？没事了，下去吧。真的没有了？我什么都能干的。没有了，谢谢。谢谢大将军，这是您第一次吩咐我做事，小我很开心。小五虽是新兵，但做事绝对可靠。人家能为你做点事都很开心，咱们却在这儿吃喝玩乐，这样怎么对得起他们？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怡华姑娘，想打胜仗就得像这样多闹腾点儿，让军中的细作认为陆大将军已经卸下防备了。听到了吧？我听你的头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你又追不上我，让你吓唬我！所以，你明天有何计划？这实在是太好玩了。站住，别跑！追风营长途奔袭，人数辎重并不会多，所以守堡之战于他们不利。只有在365天、300天都有大雾的琉璃谷设伏，方为上策。但是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二人定然想不到我们会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的确会让人出乎意料，但是伏兵也是真刀真枪，他们居高临下，你又有何胜算？琉璃谷是他们的利剑，也能成为咱们的。到时候陆石会率领主力攻上山头，占领高地。若阿石率主力兵攻上山头，那进入峡谷诱敌的陆石又会是谁呢？明日自然会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。
可此人四面被包围，又当如何全身而退？是啊，若计划失败了，我会真的死去吗？还是会回到属于我的时代？想不了这么多了。沈公子，没事，我们十拿九稳，你放心吧。只是，如果明日我真的帮陆氏化险为夷了，你是否就能相信我那日在镜花楼说的话？明日你便会知晓。早些歇息。明日带上陆氏的虎豹假面诱敌，或许我就成了历史上那个死去的陆氏呢。那今夜是不是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陆渊了？陆姑娘，沈公子还有何话要说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有看到陆长公吗？大军已经出发，没有看到陆长公。去哪儿了？沈公子，你见到小姐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早就认识我，是不是？小姐，你又犹豫了是吗？他这次什么都不知道。果然，我下次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你也是这样叮嘱我们的呀，告诉他，无非是徒增他的困扰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？是啊，恐怕越是在乎他，越不应该与他相认。反正一切都是徒劳罢了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圣国人，所以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？那一日我反问了你，公子以为呢？其实是想知道，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？大概缘起15年。原来还要10年。今为缘起5年。我知道，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可你却根本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我每一次心怀期许，却又被狠狠地打碎，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
的希望。如果命运真的可以被逆转，戴上这假面的人也不该是你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死，有埋伏！我希望那个人是我，因为你和陆氏一样，都是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。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。陆渊，陆渊，陆姑娘，你如何才能信我呀？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。如果明日我真的帮陆氏化险为夷了，你是否就能相信我那日在镜花楼说的话？明日你便会知晓。不好，有埋伏！陆将军，在下宇文破军。好久不见呐！你是谁？陆石呢？在取你性命的路上。传令，在，先杀了这个妖妇。是，给我杀！李丞相，胡宝营果然将计就计，进入琉璃谷了。做，还做什么呀？我来是告诉你。进入琉璃谷的人根本不是陆氏，他们这是要攻上山头后发制人呢。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要不我这个丞相你来当？我赵启龙把你当成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？无妨，他们不过是负隅顽抗罢了。今日琉璃谷天朗气清，陆石休想借物攻上山头。他以谷中替身，皆必死无疑。哪怕代替陆石的是那个女人，谁？将军，虎豹营各个精锐若互相配合，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！末将建议不要再近身肉搏了。连他都打不过，一群废物！一下就送死了。军机步兵改用弓箭。列队阵，保护陆长公。陆大将军怎么还不来啊？都别等了，赶快投降吧！陆石想要攻占这个山头，今日但凡有大雾，他还有小小的机会。只可惜呀，这个琉璃谷平时300日都有大雾，今天却天气晴朗，桂风和畅。你们的陆将军此时恐怕已经被射成刺猬了。陆长公，我等受陆将军所托，护你周全，今日定要助你突围。你别说话，怎么突围啊？范老憋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你就不要说丧气话了。重点词典，当救命为上。
这个宇文破军一直躲在背后，一定是个窃盗之人。少侠施压，他定会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以攻为守。武邦营的将士听令，跟我杀！往箭射死他们！陆大将军，着力迟迟未到。陆长公，陆氏的骑兵为什么没有到？是谁偷听了我们的计划？小五？难道小五就是北烈的细作？一开始就不该来到这个地方，不该见到你，更不该让你相信我。我只会让一切越变越糟。陆渊，我还是没能。我们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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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是你改变了陆氏的命运，是你让我们化险为夷了。沈兄，情况有变，这是斥候从琉璃谷。这叫天不助人，人自助。所以好我，大将军不好了，山路已被大雾掩盖，那就给我放乱箭！你去上山了！你去上山了！给我上！不许后退！给我顶上去！都给我上！别让他们过来！
即是今日。随我占据高地，杀入火凤榜！杀！